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JT News， 我係 JT。老鐵5000C 即日起行走連龍地快速班次，首航班次由老鐵創辦人 Matthew Katz 親自駕駛，我哋一齊睇下首航情況。老鐵首航真的很興奮，首班5000C 列車於11月15日晚上9點首航，大批鐵路迷已經一早喺度等待首航。第一卡車及第二卡的頭等車廂內都坐滿人，令到不少鐵路迷需要企喺度，而車頭都企滿人群，影響司機駕駛。更加有鐵路迷選擇坐馬桶。當日有職員開放第二卡的小型吧台，並售賣食物、飲品及老鐵周邊產品，並只收八達通。搭完5000C 首航後有咩感受？非常正，真係好正，我好鍾意呢個新型號。如果評分嘅話，我會評5000C 滿分。咁你覺得5000C 有咩地方可以改善？可以改善下啲新門，唔係以前嗰種。關門。5000C 現時行走連龍地快速班次，盧博頓至恒域段，未來亦會行走特別快速南北通。JT News 記者 JT 報道。